么喜欢去阿公家玩啊？因为阿公家有养小狗狗，我喜欢小狗狗。那点点呢？点点为什么喜欢去阿公家里玩呢？因为阿公每次都会用客家话问我说吃饱了没，然后准备好多的东西给我吃哦。点点果然是个贪吃鬼，就只知道吃的。不过点点，你记得吃饱了没的客家话要怎么说吗？彤彤姐姐，我忘记了耶。没关系，我来帮你复习一下。吃饱了没的客家话就念作吃饱嘛，这样记得了吗？那我记得了，吃饱嘛，就是吃饱了没？彤彤姐姐，我问你哦，每次我们要回家的时候，阿公都会说张来了。张来了是什么意思啊？张来了就是再见，再来玩咯，就是这个意思啦。哦，这样子啊，我懂了。你们两个都好棒哦，真厉害耶！那我们再来复习一次，好不好？好，吃饱了没？就是吃饱嘛。这时候要说什么呢？吃饱嘛，吃饱了没？吃饱嘛，吃饱了没？这时候要说什么呢？张来了，再见再来玩。张来了，再见再来玩。这时候要说吃饱嘛，还是张来了呢？吃饱嘛，他在说吃饱了没？那这时候要说吃饱嘛，还是张来了呢？张来了，他在说再见，再来玩。亮亮很厉害哦。吃饱嘛，张来了，两句客家话，小朋友学起来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欢迎你下次再来玩。张来了。